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豬肉切片，跟住用醃料醃咗佢。雞蛋2隻，打開，加入胡椒粉，加入一齊攪勻，落油，雞蛋，熟雞蛋。雞蛋切開一條，用鹽裝開佢，落油，跟住就豬肉片，用筷子分開一片片，跟住煎到70度，反轉。跟住就用料滗起佢，落油，落薑，將啲薑爆香佢，跟住就落番茄，兜一兜，跟住就落1碗水，跟住就冚蓋。就將啲番茄又淋佢，再加入炒熟嘅蛋絲同埋啲豬肉一齊過鑊兜佢，再焗3分鐘到。過咗3分鐘啦，加入你就呢度啲番茄汁，就可以得。睇完片之後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